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7，旧历的正月23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苗栗一个48岁爸爸，平常时种菜卖植物，饲8个囡仔。即天骑机车到新竹，要帮脑性麻痹的查囝摕药想要到日半路，互一台要正月的大货车交过，当场死亡。这对母囝来讲，真正是天放落来咯。这个爸爸是厝内底的经济大条，即摆做伊去。打来，一个查人爱饲8个囡仔，看后摆的生活要安怎过才好？机车向前骑，经过交流道路口的时，有一台大货车交过，骑士当场惨死。大货车的司机，他可能要右转的时候，他没有注意到机车在他的右前方。死亡的机车骑士平常是靠种菜甲卖钱的物件饲8个囡仔，伊是厝内经济来源。有什么生活，我们不晓得。太太讲，当时翁婿去新竹帮查囝摕药为了省车资，伊每届拢是骑车往回。他每个月都要去拿药的，还好昨天没有再拿去，没有在那个孩子。8个囡仔上细汉的是国小3年的，为了省钱，翁仔某2个下昼顿、暗顿拢是食对学校打包顿的营养午餐，连这个招牌拢家己做的。平常时太太买扣资源回收，甲翁婿做伙再去卖，希望会当增加收入。都学校跟附近的邻居都送来给我去回收的。等我先生用车子载到竹南去卖，他死掉了没办法处理。帮查囝摕药的爸爸煞车祸死亡，一家伙即马只会当靠第2后生做线工，也有查囝身心障碍补助过日。因为厝内厝是家己的，所以无法度申请低收入户。陷入困境的一家伙暂时也毋知影爸爸的后事是要安怎办。